那听到大家的这个心声啊，我心里也蛮难过的啊。就是说疫情来，大家都忧心忡忡啊哈。那基层劳工都没有人在管。其实到立法院工作哈，就是希望帮劳工多做一点事嘛我想大家都在4月2号有看到行政院召开了临时院会，那通过呢，在下礼拜要送进立法院针对修正特别纾困条例的部分，那也再度用加码的方式让整个纾困的规模会达到1兆500亿。这个大方向，我想我们民众党团一定是支持的。那现在各行各业受疫情影响包括很多紧急性的措施，都是一个比较快速性的决策。那我相信对于很多企业来讲，他们除了之前希望透过这个纾困能够不裁员之外，其实很多的基层劳工现在一直在看政府对于纾困的方式、纾困的对象、纾困的内容，是不是真的可以救到基层，是不是可以让弱势的劳工真的可以喘一口气。那我自己也在看了行政院相关的纾困办法新的措施里面，其实劳动部有看到我们今天想要特别深入去帮他们的心声喊出来，帮他们的需求说出来的这样一群职工朋友，就是我们在工会加保的无一定雇主的劳工朋友，甚至很多他即使是加入职业工会，但是他的工作呢一定是经常性的这个更换，收入也是不稳定的。所以我想我今天呢就跟林国成议员，他也是台北市总工会的理事长，还有今天非常多在座的工会长期为我们的这个基层劳工服务的工会领袖们呢，一起来针对基层纾困是不是真的纾到位了，能够让我们看得到也用得到，甚至救急的时候呢，真的就是在很短暂的时间要到位，而不能再一拖再拖，又到3个月之后，我相信在座非常多的劳工心里面都很急那第一个先提到这一次在无薪假的部分，很多人都看到数字一直攀升，但是我们也发现一个现象，很多企业其实是没有去通报，那也没有让劳工真的可以用到充电再出发或者是安心就业。但是大家听到这些名词都会觉得，是不是大家劳工都可以用得到？其实并没有，如果没有通报，当然就用不到。那今天在座的我们这些工会的伙伴、工会的劳工，他们是连充电再出发也用不到。安心就业也不可能，更不要讲我们没有失业给付请领的任何资格。即使我们换了下个工作，也不被认为是非自愿的离职。所以整个社会安全网长期真的是漏掉了我们职业劳工，长期让我们在很多缴保费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在社会的安全体制里面，能够让大家觉得我们是国家重要的劳动力，我们有国家的保障，其实一直都是缺少的。那我过去跟工会伙伴长期在一起，我知道过去大家对于这种劳保里面的一些都比较在意的是他的老年给付的部分。可是我们在职场30-40年来，你真正会遇到的可能就是工作不稳定的中断，可能就是我们保费缴不出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是一个很严峻的时刻，很多的职业工会的劳工，其实他连他每个月的保费可能都已经纳不出来了。这时候纾困再没看到他们，再没有让他们有意见表达，我相信是我们觉得很对不起这些劳工朋友。所以我今天跟国成议员，我们也希望说，第一波先让今天的工会伙伴说出我们的需求跟我们看到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希望还是能够跟劳动部直接有一个对口，是不是有机会让职业工会成为社会安全网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支持者，一个平台，由我们来协助我们的会员，协助我们的这些弱势的这些工作者、自由工作者、无一定雇主的临时工，甚至是我们现在讲的接案者，他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找上我们的职业工会，一起来努力。好，所以我想我今天就先提出我们这样的一个记者会的呼吁，那也希望政府能够赶快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跟各位工会的伙伴，或者是跟我们民众党团，我们一起来协助解决这个问题。好，以上，谢谢。